全個滿綠調調噶啦，中意滿綠調調，喂又仲要做翻一個，你見唔見啊？蜜蠟喎，成個蠟蠟起透晒，起光咁嘅，好靚啊！咁嘅蠟，仲要喺呢度做翻一個咁樣嘅花花啦，嗱玉蘭花啦，仲要呢度有個珍珠喎，鑲住個珍珠，滿綠色調調嘅一個 DIY 款式啊，有牌牌，有珍珠，有海螺，有個花花。呢個有冇中意姐姐？有中意姐姐睇過嚟，但肉感好好嘅啫，見唔見滿綠調調嘅？中意呢啲滿綠調調嘅姐姐嚟拍一個啊！呢個 size 尺寸係7.5，但係啱嘅姐嚟沖呢個款式。DIY 個款式比較特色呢啲款式。喜歡這種款式嚟拍，呢個係啲啲嘅26228啦，價錢去到係630元。滿綠的一個 DIY 手創，你中意滿綠型嘅去拍一個7.5嘅尺寸，嗱有啱嘅姐拍，中意姐沖。呢啲嘅26228，價錢630蚊。23，睇先23228，價錢630蚊。嗱有啱自己拍呢個款式，中意自己沖啊！有喜歡嘅自己嚟沖呢個款式，有啱有中意自己嚟拍，咁呢個就過啦。仲想要咩款式自己打出嚟公屏。歡迎點菜先，再上個冰紙系列嘅全紙啊，起晒冰感嘅，有冇中意冰紙系列啊？好冰啊，冰冰透透，你係中意冰紙系列嚟揀呢個天然嘅緬甸翡翠 A 貨啊！中意冰紙系列嘅自己睇過嚟啊！佢肉感大裝都冇乜，哇！7.3個尺寸，有冇中意呢種款式嘅姐姐？有中意嘅姐姐嚟睇過嚟。嗱，又啱有中意者拍呢個，佢呢個好睇嘅呢隻款式，見唔見啊？佢肉感嗱起晒冰紙調調嘅，你哋想要冰紙調調嘅姐姐嚟揀呢個，中意冰紙調調嘅姐姐嚟揀呢個，後邊啊見唔見啊？好冰嘅，起晒冰感，你哋中意起冰型嘅嚟揀呢隻，見唔見啊？冰冰透透。中意咁冰爽嘅嚟揀一個款式，冰爽型，見唔見啊？冰成個起晒冰感啊！邊子絲咧，有冇中意啲冰子系列噶？中意冰子系列嘅姐姐嚟揀呢隻款式，中意冰子系列嘅姐姐嚟揀呢個款式，呢個價錢去到係俾到你哋690蚊，冰子系列每一粒都起晒冰感啊！見唔見啊？上手效果都好好睇。有冇中意呢種星空紫調調？比較夢幻嘅字，係咪好冰嘅一個，起晒冰感啦！唔揀人戴啊嚇，咩皮膚咩膚色都可以去戴，咩膚色都可以戴。啲啲嘅23229咯，價錢去到係690元。你要啊，姐姐嚟拍，中意姐姐嚟沖個冰係睇個冰到透，係咪喺個冰到透冰紙嘅一個手串。嗱，要者嚟拍一個尺寸，去到一個7.6嘅，有啱嘅者嚟沖好冰嘅一個冰紙系列，想要冰紙系列嚟揀呢個，想要冰紙系列嘅姐姐嚟揀個，啲啲嘅23229，價錢690元。中意者嚟拍，有啱嘅者嚟沖，啲啲嘅23229，價錢690元。價錢去到690元，
要嘅姐姐嚟拍，鍾意嘅姐姐嚟沖。冰子系列啊，想要冰子系列揀呢個。歡迎入到嚟直播間，姐姐可以點菜，歡迎點菜，支持點菜。有咩想要嘅姐姐們可以點菜。歡迎點菜，支持點菜哦。